起来规人根要飞上天呢。嘿，我就知影这味你会哈，啊无这你搁听看卖咧。哎呦，听了拢起价不赔啊！哪像有人操心咧还冤枉啊？你真正是鸡仔肠鸟仔肚。第一首的《天使的食牛》，因为帕巴罗蒂捌唱过，所以你听甲较惯实。啊，因为拢无人讲阿萨巴种的音乐故事互你听，所以你掠做伊咧哀爸叫母。我知影啦，就亲像法国的 Berlioz， 伊伫1851年第一摆听到中国人唱评剧的时阵，伊就批评讲哦，哎哟，中国人哪会遮悲哀哈？唱歌那狗仔春运咧吹狗咧，猫仔见着咧哀哀叫。对啦，无得是着来听通识，咱才有见识。正月初四，台台音乐所，单是为教授，讲世界音乐的故事，互你听哦。